大家好，我是苏信善，今日要教大家做运动，清火养生操系列里面的第一个摇头摆 V 去心火，好，去心火，大家听下做哦。怎么做？慢慢做，给我打开了，打开来，与肩同宽，脚尖要内八，好，内八。好，轰起来，轰起来，要站起来做哦，不可以坐着。好，练肌力，练腿力，才搞轰起来做哦。好，吸气的时候，鼻子，好，听懂？鼻子要吸气，好，鼻子吸气。脚趾头要抓地，这个是脚趾头，抓地，好，抓地，都对吗？好，太脚别夹很，好，屁股要夹起来，好，训练我们这个妇科啊，泌尿系统，好，夹很，好，还是吸气哦，吸到胸腔，好，这个胸腔肋骨哦，我们这个肋骨就是挤压嘛，靠肋骨去挤压你的心肺，所以你吸气就吸饱一点，这个横膈膜会扩大，打口来，吸到头顶，舌尖顶上颚，头顶直，嘴巴吐气，牙齿不用松，牙齿松开，眼条不用松，有骨腰松开，腿松开，脚趾松开，吸气就是从脚末梢吸到我们的腹腔、胸腔，慢慢吐气，吐到末梢，吐到脚底，好，试看看，这是中脉呼吸法。好，可是哦，摇头摆尾去心火。好，等一下大家数二加眼。等一下，如果运动很累啊，不舒服哦，就休息一下，慢慢做。好，膝盖如果等一下要把它来，好，弯的时候呢，膝盖如果不舒服，可以微弯一下。好，有练功就好，有运动就好，有做比什么都重要。好，每天做，哪怕是10分钟也很好哦。可是哦，数打口了。开始的时候呢，数条后面啊，就摸一下，看上面，再换边，摸过来，看蛋糕，是开起来，绕过来，看上面，摸过去。摸过来，要转，慢慢转。好，我们开始哦，吸气，再吸，慢慢来哦，吐气，嘴巴吐，滚蛋糕，下来，吸，吸，再来就是慢慢旋转，拉起来，拉起来。吐，过来，吸气，看上面，再吸，做2把，就拉起来，吐，这样转，慢慢转，慢慢来哦。空蛋糕，空数字条，好，吸，空过了，吸，吐，空蛋糕，数标下来。好，扶着膝盖慢慢起来，就是开步，好，打开不打扣的，并步，好，要并起来，好，并步，加很哦，好，怎么做？好，并步呢，2只手要竖起了，空一下，好，2只手要这样抱着，抱紧，都得哈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看一下，好，然后一下空后背。这条夹起呢，膝盖夹紧，看后面，吸气，再看后面，吸气，收下巴，转，回来，好，吸，看后面1公尺的地方，再吸，再转，看蛋糕，好，吸，鼻子再吸，吐气。最后一次哦，吸，再吸一口，好，嘴巴吐，把这个腰慢慢转开，
好，手放下来，好，是我们的第一式，好，第一掌运通。第二个呢，我们两手攀足，好，箍这个肾由哈，这个肾腰，好的运动，好，又打扣了，挺矮周哦，哎，站姿要宽一点，脚尖要内八，记得哦，脚趾头吸气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夹紧，脚趾头一定要吸就要夹紧，要练根，好末梢，好末梢，数加眼哦，吸气，数开一来，空蛋糕，头先回正，空气有前，数过下来，有骨把下来，再吸气，很自然的看上面，空蛋糕，我说空气有前，吐。啊，有骨摇，好，往后摇一下，吸，第三拜，空调前，有骨板下来，手慢慢飙下来，好，膝盖不舒服可以微弯哦，好，抓着脚踝，拇指空后背，好，头拿起来，头带动你的背，头先起来，头拿黑后起来，先起来，慢慢起来。双手手不用有过提缝，不用哈，手往前推，耸出去，好，耸出去，好，东拇指空蛋糕，回正，腰再回来，不用下了，会了吗？再试试看，再试试看，老师再讲一次，好，再讲一次，脚打开，吸气，向上看，空蛋糕，回正，吐。腰往后，用腰有骨，后背，空气有前，再下来，很好。再一次吸气，回正，第三拜，有骨板下来，慢慢下来，屁股往后翘，抓着脚踝，看后面，等后，头抬起来，扶着膝盖，头带动你的背起来，不会往后起来。不是用腰出力哦，是用头带动你的颈椎、胸椎、腰椎，扶着这个腰往前推，空蛋狗，头先回正，腰再回正，手放下来。好，我们并脚，好，有开步就有并步，并步就是练我们的五脏六腑，开步就是我们的练我们的经络。好，怎么做？想一下，对，手。数开了，啊，吸气，膝盖夹紧，头很好，吐，再吸气看上面，头回正，再吐，第三拜，吸气，回正，往前推，下来，抓着小腿可以，弯不下去没关系，可以抓膝盖上面也没关系，好，我们。就是量力而为就好，抓着往后看，头先抬起来，吸气，带动你的背，不会往后起来，有骨后起来，做对不？慢慢来啦，慢慢走。好，有骨腰往前，用手把腰往前推，头回正，身体回来。好，最后一次来吸，往上看，回正，吐，很好，等候哦，够了。加油哦，这狗狗，吸气，很好，再来，再一次吸气，回来，吐，慢慢吐气，慢慢吐哦，抓着小腿，看后面，好，头拿开了，慢慢起来，头带动你的颈椎、胸椎、腰椎起来，手往前推，吐气。回来，回正。我们还有一个衍生式，就是要扩胸，练一次哦。来，一起来哦。吸气一样，看上面，回正，吐，数开一了，拇指空蛋糕，空调前，有骨往下来。第三次不一样哦，打开来，向后，好，再回来。第三次就是扩胸打开，一样摸膝盖后面，
下面这样下来，哇，好酸哦，好，会酸就好了。头抬起来，头顶直，头顶的背顶着腰，有够后的。手放哪里？对，摆在腰的后面，手出去，推出去。好，回正，身体就回正，下来。怎么呼吸？就配合你的呼吸就好了。吸久一点，吐久一点。好，吸吐要久一点。我们练习一下这个今天教的第一式跟第二式。再打开，怎么做？对，手打开，好，手往下摸脚尖，再换边，好，抬起来，双手数可以了，好，再换边，好，再来吸气，再吸，好，举起来，慢慢做，慢慢来哟，放蛋糕，好。就是我们的第一式，好，第二个也是照着我们那个前面的运动一样，就是手抱着，看后面，再看后面，好，收下巴，腰转回来，回正，很好。第二式的老师们练习一次啊，脚打开，要内八，好，吸气看上面，回正，吐，再吸。很好，等候哦，吐气，慢慢做哈，把这个腰慢慢伸展开来，吐气，好，慢慢弯下来，腰不可以折，你就是屁股往后翘，然后背是直的，腰这是直的，这样自然下垂就好，这样轻轻的，主要是酸我们这里这个后面会不会？好，酸，好，抬头先回正，好，往前推。很好，因为大家作为清好，会喝水，血管一下。等下停下做运动，做哪项运动？清火养生操。好，第一个运动是我们的专拳怒目增气力。好。吸气要记得哦，鼻子吸气的时候，脚趾头，你的脚趾头要抓，夹就是抓，要给它抓地，好，夹紧，好，大腿要夹紧，好，还有一个比较狠，好，吸到胸口，吸饱一点，好，嘴巴吐气，全身松开，不用耸，束松，腰松，有骨松开，脚趾头也要松开哦，记得吸气要抓地。吸到头，从头慢慢吐气，全身松开，一节一节脊椎一节一节松开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练习的要点。好，又打开了，开步，与肩同宽，双手握拳。好，站起来，做对吗？好，加油啊！真数，送出去，推出去，打开了。数重来，做数，转一下，推出去，好，转边，吸气的时候，数不用好了，往过来做偏，吸，吐，回站，数开起来，用下来，好，做数开始哦，吸，吐，转一圈，数重来，出拳。打过来，出拳，吸气，打开，往过来，吸，立拳，吐，空调前，吸气，立拳，都得好。我们开步跟并步都要练，好，看会走哦，好，会开始哦，真数降矮，出拳，打过来。记得要呼吸哦，加油，总出去，手打开来，立拳，转过来，吸，看后背，吐，空调前，吸，吐，好，过来，出拳，加油哦，出拳，
好，这个出拳记得就是这个拳呢要转腰，送出去，好，再推，一点嘛，就是要记得要出拳，对，这样推出去，好，再出拳，好，再吸，换边，换勾了，夹臀，夹紧哦，好，回站，看前面，很好，我们要练习马步。好，马步要练习。好，记得就是手要这个不用呢，有过提缝不用好，好就转要转，中的不可以这样做哦。好，没有力气要有劲，就转腰，好推出去，打出去，好这个推出去，很好，好记得哦，好这样子转腰，好这样子才有力量，好这样打扣了这个肩条哈，肩膀要给它外旋啊，因为我们都是这样。坐太久，好手就朝内，好旋内，我们要把它旋转，把它旋开，啊，这肩条要给它转过来，好，要转过来，啊，这都是有用意的，哦。来，我们练习马步哦，好，微蹲，好，微蹲也可以哦，哭不哈伦没关系啦，好，蹲不下来没关系，叫微蹲，好，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就好，好，不要超过脚尖，啊，我们练习哦，真数加啊。正数，打拳，打出去，向外转，再换手出拳，向外转，好，再出去，好，换右边哦，你的正数，右边吸气，右边，好，再转，吸气，好，再转回来，立拳，好，可以的话就蹲低一点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都得哈，要蹲低哦，要蹲平啊，好。低架、老架，好，加油哦！出拳，外旋，出拳，外旋，好，再出，好，脚往后跨，马步，吸气，立，好，再后移，转，脚跟转，再吸，看后面，后背，好，手重了，好，过来哦，吸气，出拳，好，记得要出拳。好，就是要外旋出拳，好，外旋出拳，好，再慢慢来，站稳以后后移，转到你的反方向，再手举起来，看后面，好，松开，外打，好，站起来，放下来，好，是我们的第一式，好，就是增加我们的气力跟外旋，把这个肩关节肩条要转开哈，好，加上这个腰的旋转，增加它的增气力，好。第二式是我们背后7颠摆步消，好，摆步消，那个暑假感要并脚，好，要膝盖要夹紧，都对吧？慢慢来啦，慢慢做，小心做，量力而为，好，暑假感吸，收回来。然后中指、动指哦，靠在一起，再向上推出去，空荡高，手不用下来，很好。手再往前，到肚脐这里，好，再摆着，好，向后绕到后面，腰这就贴紧，好，贴紧，还要脚跟给粘，会开起来，脚跟要垫起来，脚跟哈，好，你跳不起来的话就这样子。也可以，好，可以的话都得哈，脚尖要离地哦，好，膝盖微弯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第7下脚跟正，好，这是分解动作，再收回来，好，记得就是慢慢做就好，吸气，吸到胸口，向上推，吐气，手不用下来。手再往前，再回来，好，再手往上，空荡高，送出去，慢慢不用下来，很好，手再往向后，摆在腰的位置，好，那脚跟就是脚跟要垫起来，好，记得膝盖要有点弹性，好，不可以打太直啊，好，要有点微弯，好，这样微弯，好，这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
好，K 的话呢，跳高一点。K 的话啦，可以跳高一点。我们等一下示范。好，等一下示范。把这手再放下来。好，练习要吸，吐，吸，吐气放后面。好，手就是腰着扶着，跳7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正脚，再收回来，吸气，往上推，吐，下来，吸。好，我们手放在腰的后面，好，跳7下，1、3、4、5、6、7，正脚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跳高一点，手就不要再摆在腰的位置，吸，放下来。好，手就放在后，太戈比，波波，跳7下，高一点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正。好，再一次吸，好，吐，放下来，好，吸气往前，好，手不用喊了，好，跳几下，对，7下，起哈，加油哦，好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正脚，好，这是我们的背后7颠百病消。我们练习收功好了，因为运动完哈会有点喘，好，要收功很重要哦。啊，大家听矮周，好，就打瞌了，好，与肩同宽，好，脚与肩同宽，好，手打瞌了，吸气，好，扩胸，好，手在胸后背，耸出去，收回来，数重来，停下来，不用下来，好，记得吸气要怎么做？脚趾头脚趾头，脚趾头要抓地，这个脚要扎根，要抓地。好，内夹这个大腿要夹紧，好，屁股就会这个臀部就会变得很结实，要夹紧。好，再吸到胸口，这个胸腔会饱满，会扩大。好，吸到头顶，点头不用手你就吐气，嘴巴松开，有骨松，哦，全身都松开。好，吸，很好，扩胸。吐，不用手，数重的吸，下按吐。好，我们并脚练习，并脚哈，这个膝盖哈，这个7条要夹起。你要想象这边有一张纸啊，报纸哈，要夹起，夹紧，练习我们这个把这个外八，好，我们走路后到一个年纪啊，还是坐骨还是腰哈，挤压到会变成走路外八。所以我们要练习把这个膝盖要夹紧，夹紧，然后夹回来。好，吸气夹紧，扩胸，吐气，松开，肩膀要放松哦，不要耸肩。吸，然后哦，吐，全身松开。好，再来吸气，苏打扣了，手向后，然后会不会往前推？好，最后收回来，下来，最后一次哦。1、2，苏打扣了，吸气夹紧，太戈比夹紧，吐，点头不用手，吸，吐气，手不用手。好，太搞运动哦，慢慢来，慢慢做。啊，觉得站着受不了，运动好累哦，都得怎么该抽一下，做一下。每天要运动哈，每天运动要几小时？不是几小时哈，每天运动几分钟，30分钟。好，我们要保持健康，要有7字诀的3个7。好，每天走几千步？7000步。吃饭吃几分饱？7分饱。睡觉要睡几小时？睡梦啊？7小时哦，記得哦，3個7。好，日本大家做一清後，等下要喝水，可以一下。